最近这几年，接发生这医生去互病院赶走案例。今仔日就立委参医生的权益团体召开记者会，讲大部分的医生无受到劳基法的保障，要求中央政府就要把这主治医生嘛列入去劳基法的保障范围。落实医师劳权，提升医疗品质。 提升医疗品质。大声发口号，要求主治医师列入劳基法保障。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常务理事詹志军表示，伊过去无缘无故就互病院通知讲，无要继续聘用。劳基法煞无法度保障伊的权利。我成立工会的时候呢，就有人资告诉我说：“詹医师，你有什么不满？你如果不满，你就离职嘛。”医师没有纳入劳基法，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说医院会不会增加人力成本，他想要利用。 我可以任意的不续聘来掌控医师这个族群。詹志军表示，目前只有4000个非公立病院的大医医师受到劳基法保障，无到全国医师总数的1成。这毋但造成医师劳动权益受害，也影响民众的医疗品质。呼吁主治医师嘛列入劳基法保障。我们会带回去，带回去。卫福部考量这个医疗形态特殊啊，主治医师自主性高。 所以认为将主治医师纳入适用劳动基准法有难行之处哦。但是目前卫福部已经推动医疗法修法，规划拟定这个聘雇医师的劳动权益专章。所以劳动部会持续的配合医疗法要规范的，就是卫福部两个一来管理，一来管理你就是球员兼裁判。台湾医疗劳动正义甲病人安全促进联盟表示，病院是卫福部的管理，但是立专法劳工管理也互卫福部负责，会有权责不分的问题。因认为只要行政院下行政命令，就会使使用现有的劳基法来管理全体医师，伫劳权各方面拢会较适合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